好多人聽到膽固醇過高都會即刻諗，吓，係咪三高全中啊？係咪血管塞晒會有心臟病㗎？其實膽固醇係脂肪嘅一種，大部分係由人體嘅肝臟自動生成，只有2至3成係直接由食物吸收，例如所有嘅肉類、家禽、魚類、貝殼類、蛋黃同奶類產品。體內有適量嘅脂肪並唔係壞事。脂肪分為三酸甘油脂、低密度膽固醇同高密度膽固醇。高密度膽固醇可以抵禦動脈硬化粥樣斑塊嘅形成，具有保護嘅作用，仲可以減少脂肪沉積喺血管壁上面，從而降低形成心臟病嘅機會。所以高密度嘅膽固醇又稱為好膽固醇，而低密度膽固醇進入細胞後，有機會加速動脈硬化嘅速度，所以又稱為壞膽固醇。只要膽固醇維持喺合適嘅水平，對身體都唔會構成問題。總膽固醇少於5.2，低密度膽固醇就低於2.6，同埋高密度膽固醇方面大於1.6就屬於最理想嘅水平啦。不過以上嘅數據只供參考，情況都因人而異。想知道自身嘅狀況，最好都係問翻家庭醫生啦。假如供應血液俾心臟肌肉嘅冠狀動脈出現因膽固醇過高而令血管收窄嘅情況，就會引致冠心病。同樣地，腦部血管都可以因為膽固醇嘅積聚而閉塞或者破裂，就會造成中風。要預防膽固醇過高，減低患上冠心病同中風嘅風險，就要養成良好嘅飲食同生活習慣。每日膽固醇嘅吸收量最好少於200毫克，建議揀瘦肉、魚、去皮嘅家禽等肉類，少食含有飽和脂肪嘅食物，例如牛油、全脂奶、椰子油同椰子製品等。而反式脂肪嘅攝取都不容忽視，烘焙食物，例如餅乾、蛋糕、酥皮糕點同煎炸食物等，都係少食為妙。假如口痕想食零食，建議可以多啲食含豐富水溶性膳食纖維嘅食物，例如蔬果同麥皮，而果仁都係不飽和脂肪嘅來源。適量進食取代吸收反式脂肪，仲可以降低體內壞膽固醇嘅水平，保持血管暢通。另外，每星期進行至少150分鐘中強度嘅帶氧運動，成年人維持 BMI 喺18.5至22.9，避免煙酒，定期做身體檢查都會有幫助預防膽固醇過高。萬一不幸確診膽固醇過高，除咗要按照醫生指示定期食藥同覆診控制病情，地區康健中心或者康健站嘅專屬護士診所會就你嘅健康需要提出個人化嘅改變生活行為習慣建議，令你可以更有效管理自己嘅健康。想知更多資訊，可以聯絡地區康健中心或者康健站了解。